我係7+3視覺英語講師陶美兔葉。今日會同大家講 IELTS 嘅 listening 嘅題目特點同埋預聽技巧㗎。因為咧預聽技巧咧係 listening 要攞高分一個非常重要嘅技術嚟㗎。咁我未講之前咧，先講咧有關特點先。嗱，咁咧就題目咧就有4個 section。咁頭2個 section 咧就係屬於生活與社會嘅 topic。咁咧留意啦，第一個 section 咧會係一個 dialogue， 即係一個對話嚟㗎 ，two way 嘅，得唔得？咁另外咧 section 2咧就係一個 presentation， 一個 one way 嘅一個嘅演講啦。咁另外咧 section 3同4咧，即係都係類同嘅，又係一個 dialogue 同埋一個 presentation 啦 ，two way 同 one way 嘅啦。而佢哋嘅 topic 咧係主要咧嗰個圍繞住學術同世界。咁你估到嘅，因為咧同學術較為密切嘅話咧，佢嗰個vocab 咧都會難度會高一啲嘅。咁而且咧 section 1係比較語速較慢嘅 ，section 4咧會逐個 section 慢慢將語速咧加快嘅。或者我 listening 咧係冇分所謂 academic 嘅 version 同埋 general training 嘅 version 㗎嚇。咁都係同一份卷嚟㗎。咁咧就總共係有40題，咁每個 section 10題啦。咁咧留意啦，咁我有5種嘅題型嘅。第一類咧就叫 blanks completion 填空題。咁填空題咧係最常見嘅，因為咧你會見到咧通常都出現喺第1個 section 同第4個 section 都係填空題嘅。咁填空題通常考啲咩咧？就係考你揾出相關 recording 嘅一啲目標字眼，我哋稱為目標題。咁留意啦，咁section 1係一個嘅初級嘅目標題。由於係初級目標題嘅緣故咧，佢用嘅預聽技巧係較為單純啲嘅，我哋叫猜嘅一種嘅預聽技巧。咁另外咧，呢個係屬於 section 4係一個高級嘅目標題嘅緣故咧，所以咧要用嘅技巧就較為比較複雜少少㗎。個預聽技巧就用圈同判嘅。咁究竟預聽技巧實際上呢3個動作圈、猜、判係點樣去運作咧？一陣間我會詳細介紹。好，另外咧4種題型就係 matching 啦、MC 啦、labeling a diagram、map or plan 啦，又或者係 short answer question 咧，通常都會出現喺 section 2同 section 3，而且咧一個 section 可以有2種題型嘅，咁唔一定5-5嘅，呢個都係例子嚟嘅，即可以係4-6啊。3-7都有咁嘅可能嘅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嘅題型嘅分佈。咁呢4種嘅題型咧，主要係用嚟考你辨認 paraphrase 嘅能力，我哋稱為 paraphrase 題，就係聆聽 paraphrase 嘅能力。嗱，由於咧預聽嘅準備係你攞高分嘅關鍵，所以咧你點樣咧運用整個播音嗰個流程嘅解說位同停頓位係好重要㗎。嚴格嚟講，即係有效咁偷時間嚟做預聽。嗱，咩叫預聽準備咧？其實有3個動作㗎，一個就係咩咧？一個就係圈有關嘅問題關鍵字啦，另外一個就係猜。即係猜一猜嗰個答案嘅資料類，或者呢個一個 stroke 嘅嚇，就係佢嘅判斷佢個 part of speech 嚇。咁呢個咧就係屬於預聽準備啦。整個嘅播音 flow chart 除咗一開頭1分鐘年都一樣嗰啲嘅 IELTS 開場白之外咧，其實就冇乜特別意思嘅。咁4個 section 咧嘅一開始都會有該 section 嘅解說同埋開始停頓嘅。我再講一次，就係 section 1、2、3、4咧，一開始一定有該 section 嘅解說同埋開始停頓。而呢個開始停頓嘅秒數咧，會按住你嘅 section 嘅遞增而俾多啲嚟嘅。而 section 1、2、3咧喺考試嘅錄播內容，突然間中途會有停頓㗎，1、2、3中途有停頓。好啦，而咧 section 1、2、3中途嘅停頓嘅秒數會按 section 嘅難度而增多㗎。好啦，咁而去到 section 4咧，
中途係冇停頓嘅。嗱，頭先咧我已經講咗 general 整個 flow chart 個流程嚇，咁咧如果你覺得有啲亂唔出奇嘅，咁你可以去 refer 翻我哋嘅 PDF 慢慢了解。好啦，咁咧睇睇下我哋應該喺咩時候做啲咩，有個好清楚嘅列表嚇。嗱，一開頭咧頭1分鐘就開場白啦，咩 IELTS exam 啊，我哋嘅 exam divided to 4 sessions 就巴拉巴拉巴1分鐘，然之後咧基本上唔使聽嘅，耳邊風。好啦，咁你開始要即刻咧做 session 1同2嘅預聽準備㗎啦。好啦，然之後咧就話咁快完咗1分鐘就到解説。每個 session 一開波一定解説同埋開始停頓㗎嘛，頭先講過。所以變咗解説大概20分鐘，開始停頓25秒。你諗下啦，好多學生唔識偷時間，你真係戇居居跟住個 recording 走嘅話咧，你真係聽晒呢啲開場白啊解説嘅話，咁你又真係得翻25秒嚟做預聽準備咧，25秒啊，即係發少少夢就冇咗噶啦。所以咧偷時間就係你要正常人跟足指示有25秒，但係你識偷時間就變成1分45秒，明唔明白？好啦，咁呢1分45秒咧就按你嘅程度，如果程度夠高嘅話，你已經立咗 session 1同 session 2噶啦。OK， 咁當然咧，如果你嗰個嘅程度唔夠高咧，可能做到 session 1都唔緊要嘅。總之你要善用呢1分45秒。好啦，然之後咧開始聽考試咯。咁你知道咧 session 1咧中途係會斬開噶嘛，講咗一半，咁你就做啦。OK， 咁 session 1咧特別留意係唔需要點作 notes 㗎，係因為比較簡單嘅目標題。好啦，然之後中途停頓25秒嗱，亦都係咧發夢就冇噶啦。咁你特別留意啦。呢25秒咧，你就真係專注翻呢個 session 啦 ，session 1。仲有可能有一半嘅 question 你要睇一睇，再做預聽準備嘅。好啦，咁然之後又會聽到後半段嘅 session 1啦。好啦，完結啦喎 ，this is the end of session 1。好啦，完結就俾30秒你停頓嘅，咁嗰個播音員會話啊，呢30秒咧就嚟 check 翻 session 1嘅answer 啦，你就唔好聽佢講嚇。點解咧？因為呢30秒咧就唔係 check answer，何解？因為到最後咧有成10分鐘多30秒咧嚟去 check answer 噶。咁變咗咧，你就唔好用嗰30秒去 check answer， 你就留翻之後先做。你就應該呢30秒咧就即刻開始做 session 2嘅預聽準備。好啦，然之後咧。session 2好鄭重聽到啦，然之後又解説25秒嗱，呢啲解説咧其實就好簡單嘅。佢哋 session 2佢話其實就係一個嘅咩咧 presentation， 關於嗰個 topic， 個 topic 已經寫咗出嚟㗎啦。咁基本上咧，其實你可以耳邊風咁聽咯解説嚇。好啦，另外咧，然之後就25秒嘅停頓啦。嗱，如果你真係跟足佢指示咧，佢只係俾你25秒嚟做預聽嘅啫。但係如果你識偷時間嘅話咧，我用咗幾多秒嚟做預聽啊？望望75秒。好啦，然之後就 session 2啦，咁又會聽到有關嘅考試錄音啦。咁繼續做啦。OK， 好啦，突然間中途又停頓咯喎，停頓之後就話會俾35秒大約嗱，唔一定嘅，咁每年唔同嘅，咁大約35秒咧，又話俾你睇埋 session 2嘅。The rest of the questions， 因為你而家咧係做緊 session 2嘅中間啊嘛，咁變咗呢35秒咧就真係專注睇翻 session 2嘅 the rest of the question 啦。OK， 好啦，咁然之後咧話咁快又完啦，個停頓就開始又講 session 2嘅後半部。It is the end of the session 2， 完結停頓30秒，佢又會同你講噶啦。check 而家俾30秒你 check 翻 session 2嘅answer 啦，又唔好聽佢講，因為一陣間有10分鐘零30秒俾你 check 翻之前啲 answer 噶，唔該用呢30秒嚟做下一個 session 嘅預聽準備。好啦，去到 session 3啦喎嚇，咁同 session 1、2一樣嘅，一開波都解説同埋開始停頓。咁當然咧 ，session 3個停頓秒數係會較之前兩個 session 較多噶。咁道理一樣嘅啫，你要偷翻解説嘅時間啦。咁另外之前亦都偷咗30秒停頓噶嘛。嗱，咁變咗一樣嘅啫。一般人唔識偷步咧，
佢嘅預聽時間只有35秒，但係你識偷步嘅話咧，預聽時間就會係大約85秒。好啦，然之後 Section 3講到一半，又係中途停頓嘅時間啦。咁啊，呢段時間當然一模一樣要專注預聽翻該 section 嘅餘下題目啦。好啦，然之後又繼續講後半段咯，最後嘅完結停頓。This is the end of Section 3. You will have 35秒去整理第3個 section 嘅答案，一樣係唔好乖乖聽佢。呢段時候做 Section 4嘅預聽準備。點解？道理一樣嘅啫。最後啊，係有10分鐘零30秒俾你 check 答案嘅。話到 Section 4啦，咁咧就道理一樣嘅啫，有解説同埋開始停頓啦。咁你會見到咧，如果你識偷步嘅話咧，就比正常人多咗50秒，即係話總共100秒俾你做預聽嘅。但係如果你咧乖乖聽佢個 instruction，得50秒做預聽嘅啫，差成一半嘅時間嚇。好啦，咁另外咧，Section 4咩特質咧？佢有個同其他3個 section 唔同嘅特質講過，佢會一次過由頭到尾講落去，中間係冇停頓嘅。OK， 咁你咧就留意啦。咁你又就需要喺呢差唔多100秒裏面咧，要將整個 Section 4由頭到尾要做好晒預聽嘅。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就完全停頓啦，係話又有30秒咧俾你整理 Section 4嘅答案嘅時候，其實咧30秒之後又有10分鐘噶，咁即係話總共係10分鐘零30秒俾你去 check 答案，同埋記得要答案轉移，從個 question 簿嗰度轉移到個 answer sheet。